因为我个人大欢喜的做消息，互百姓拢有温暖。因为今仔日在地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天使对他们说：“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，就是基督。”那即摆做伙来念圣诗，圣诗第93首，圣诗第93首，圣道拢有欢喜，当心提声珍惜，注意万所同福，今日圣囝当作，如日也来敬拜，因为一杯酒来就是咱就乐意，咱就乐意，请咱起立来念圣诗。
为我们一起来颂扬圣诗第82首，就听天在地人讲，阳光与心相同，地球和平人受苦，上帝最人做亲眷。世间各国着欢喜，参加天文大欢喜，着当天在人心灵，基督降生的变化，着听天在地人讲，为阳光与心相同，请咱起立来感谢。新造的人，我们灵受满满，我们领受足侪，等于变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我的看法，我的信念会无同款。多谢你，互阮真正会大家。今仔日特别是今仔日救主的诞生，大家一个圣诞。主，我嘛要为着阮的国家来向你祈祷。阮的国家即嘛有选举，将会14个选举。主，求你互阮的选举会当平平安安来落幕。主，你互选出你爱我选的人，无论选出什么样的总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在这个总统的领导之下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台湾能够走出去，让我们的台湾能够有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在我们这地。我们这地要充满你，耶稣，你要来得着这地，上帝你要来充满在我们这个所在。我们每一个人拢有咱领导你，主，感谢你。我嘛要为着全国的经济来向你祈祷。主，我若知影，无论澳洲、美国、亚洲，我的经济拢真正困难。尤其专家都讲，明年、后年无定拢袂好。主啊，我对全世界，无咱台湾人有心，
就给你，互阮全世界人无搁咧追求数字，互阮会当回到你面前。我们专心来寻求你。主啊，纵然我们经济不好，纵然我们数字不好看，但是主，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安稳，我们有平静，有从天而来的平安喜乐，照满我们整个地球。主，谢谢你，祝安请假去感谢你。我讲转来，阮永福教会，互阮永福教会，真做一个宣教教会，互阮永福教会勇敢向前行。阮永福教会每一个人讲主，愿者请找见我，互阮永福教会会幸福，阮的人数会当加添，阮的食会阁坐袂落。主啊，互阮伫3楼、4楼、8楼拢坐满，主求你保守，你照顾。我来甲你恳求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咱要来读四个圣经，第一位记载伫加拉太书4章4节，加拉太书4章4节。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，上帝找伊的囝对有人来出世的律法的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子民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。第二个，咱要来看以弗所书1章10节，就是伊伫本身所在先定好的，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，一切活动万米，无论是天里的、是地里的，拢伫基督内合一。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第三所在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6节，伊为着证明献本身做退休的价钱，一时证明。他舍自己做万人取价，到的时候，这是必证明出来。最后一个，彼得书1章3节，彼得书1章3节，若是到期就显明伊的道理，就是照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所交托我传的。到了日期，借着传扬的功夫，把它道行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下面咱要来请牧师来讲的，所要讲的题目是圣诞节的祈祷。